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2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积电5奈米晶圆18厂，今仔日上午伫南科正式动土。董事长张忠谋嘛亲临主持，表示这对着台积电有持续成长、技术继续前进，以及深耕台湾的3大承诺。而且台积电嘛有讲，投资5000亿的新厂将为台南创造超过4000个优质的工作机会。现在伫新华一片42公顷空地，就是台积电5奈米晶圆厂18厂的所在地，嘛是世界顶级的厂房。上午该企业选定粮食第一期工程正式进行动土基础典礼，会中董事长张忠谋亲自出席，引起大批媒体注目眼光。另外，包括科技部部长、台南市代理市长等贵宾，拢到场祝贺，场面盛大热烈。第一产开心平安，第二产动土顺利，第三产电机用户业绩昌隆。董事长张忠谋表示，晶圆18厂总投资额5000多亿，代表台积公司对未来持续成长、对技术的进步，加深耕台湾的3大承诺。单程的承诺是今天动土典礼的意义。技术继续前进，我们台积电继续的成长。我们深耕台湾，而且我们的厂房都是标准的绿色厂房，对台湾的环境，我们有承诺。我爱台积，再创奇迹，再创奇迹。掌声鼓励一下。张忠谋表示，因为未来3奈米厂的新厂嘛将设伫南科，所以现在这个5奈米厂已经算是小离科。会中传来员工大声发出“我爱台积，再创奇迹”。对此，中央甲地方政府都要共同见证全世界第一个5奈米厂伫台南市动土，嘛答应尽全力帮助完成这场世界级的科技战。2个院长都曾经承诺过。整个政府会尽一切的力量，当然包括我们的洪荒之力啊，我们所有的力量会来协助我们科技产业，特别是台积公司作为一个我们国内科技产业的领导者，会给产业发展过程所需要的协助。政府一定义不容辞的在做前导的这些所有的准备。那我想市政府也会跟着中央政府一起。还有包括各个管理局，我们事实上目前已经组成一个专案小组，那每个月由我亲自主持，那各局处的首长、南科管理局的局长或是副局长都会亲自参加。我们希望把各项的问题，包括这个用地，包括这个用水，包括相关的交通维持、文化等等，还有环评等等的问题，我们一起尽最大的速度、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来一起让这个。接下来的3奈米厂能够顺利的来进行，那5奈米厂也能够如期如职的来完工量产。会中台积电嘛，如果18厂伫今日动土以后，2档后就将尽力量产，到时将创造4000个优质的工作机会。今日新闻管及郭国义采访报道。市府社会局委托高雄营总台南分院开办日间照顾服务中心，上午由副市长吴宗营等贵宾共同甲拜启用。这个所在不但有多功能的活动室、灶骹、用餐区，而且更有专业的护理师来照顾，互咱台南的老大人会当就近接受专业的照顾服务。伫副市长吴宗营、甲高雄营总台南分院院长王志龙以及侪贵宾的参与之下，
这会为台南头一间病院护士治疗中心进行揭牌，将提供适龄失智的长者日时的生活照顾，加多元的休闲活动。我们在硬体的设备上面呢，我们就是采用一个非常丰富的色彩，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场有绿色的，有橘色的，有不同的色彩，让我们的老人家一进来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心情。那另外呢，我们也有做了一些单元式的一些的设备，让老人进来的时候可以依照他的心情，依照他那天的体力，他可以选择说他那天要安安静静的看报纸，或者是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还有特别有一间的视听教室，就是会放一些怀旧的电影，就是完全都是依照我们的长辈的一些需求。当然在设施的部分呢，我们也一定有设有一些的无障碍的一些的厕所啊，让还有一些卫浴，因为毕竟有一些的老人家他可能在家里面没有人帮他洗澡，那我们这边呢都会全部的就帮他做，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做，愿意非常乐意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副市长吴宗彦表示，因通是老人人口第2济的行政区，为了这间由病院护士的治疗中心，未来不但会当服务到更较侪长辈，而且更主打由专业护理师全程照顾，提供有需要的民众全方位的服务。这么好的人员，这么好的医院，这么好的设备，收费是全国一样，收费是全国卫福部规定的标准，所以咱单位讲较戆的嘛要找一间较好的，这个给荣民医院院长一个加油啊！我们这里面来不是不好的地方，你看老人家来马上进步，本来是窝在家里，来了以后彼此学习，彼此上课，彼此做训练。我们有医师、护理师、心理师老师们训练，让他的整个人更活力、更有活力起来。更年轻的10岁、20岁。乐活日间照顾中心占地大约100平，设有多功能活动室、厨房、用餐的所在以及活动空间。而上重要的是，离高雄营总台南分院非常的近，长者若有医疗照顾的需求，就会当马上就医，非常方便。但是，大山林根参不到。立委陈天辉议员陈怡丁结合台湾县会计师公会举办寒冬送暖关键白米活动，将1000包的白米捐赠给咱市的弱势团体甲家庭，让因感受到社会温暖。立法委员陈天辉、市员陈怡丁以及台湾省会计师公会共同捐赠白米1000包，给台南市的弱势团体。希望会当将爱心传达给社会上每一个角落，让弱势朋友会当感受温暖。希望达到带头的目的，带领更加侪人做伙发挥爱心。我们希望让社会有更多人加入这个关怀的行列，因为我们也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度过一个好年，尤其在社会这个景气慢慢在复苏的当中，我们希望在复苏能够结合更多的力量，让我们的社会真的充满爱心。我相信小爱心大感动，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方向。透过这一次这个跟陈立委的合作，那我们相信这个爱心捐米的活动一定能够把这些爱心，我们会计师的一些爱心能够送到台南市的每一个角落需要服务的人，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在整个会计师界，我们大概总共募了大概有200多万的捐款。那透过这次的白米捐赠的活动，我们希望会计师的同道发起这个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这届受赠的仁安基金会、家扶中心、调兴基金会以及创世基金会，拢非常感谢社会对着弱势团体付出。创世基金会以及台南的各社福机构，非常感谢我们陈亭妃立委，他这一次在过年前给我们这么大的帮助，那为我们这些社福弱势的朋友做了很多事情，非常谢谢。立委陈天辉、议员陈怡丁结合慈善团体甲善心人士，举办相关寒冬送暖活动，希望借着帮助弱势义举，发挥大爱精神，
并且呼吁社会多多关怀弱势族群，让因感受到满满的爱。台联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时代力量伫1月21号才正式公布永康区议员参选人林义莹，最近拢会当看到伊勤走基站。虽然年纪轻轻，不过因为有学生运动的历练，所以伫组织甲口才等方面拢袂输予老蒋。伊表示，希望改变的毋是拿就是力的政治文化，要为台南政坛带来新气象。不管是选择伫大学下车地工来到课场分传单，亲切向选民小解家己，嘛用限量的预售替考生加油。或者是暗时来到庙会顶走摊拜票。这位由时代力量所推荐的新人林义莹，将进军年底永康区的议员之战。虽然年纪轻，只有25岁，加上资源有限，现阶段无多适服务处，只有一台奥多拜来土规的选区。不过因为形象清新，但选民对伊充满热情甲期待。其实现在常常就是民众对我们反应非常的热情，就是好像很久没有就看到一个新的选择出现，然后很多人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不是电视上那个党吗？就是电视上的时代力量第一次在台南活生生出现在他们眼前，所以很多民众的反应是很热烈。那甚至说我们去发文宣品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他们看到时代力量就会主动来跟我们拿这样子，所以常常就是卡在人潮中动弹不得。就他现代政治系林义莹，伫学生时代的相当活泼，除了到伫3日班学文空间，嘛到处参与公共事务，捍卫女性的自主权。即摆到伫选举，就希望改变，毋是拿，就是力的政治文化，为台南政坛带来新气象。其实从大学时代参加社会运动以来，要对社会有非常多的想象跟理念想要去实现了。那这次参选也是想要透过这个直接投入公职选举，那来实现过往自己的理念跟诉求。那如果以优势来说的话，当然时代力量现在的党员和知友，我们占40岁以下有70%，但是不只是年轻人啊，我们关心的从劳权，然后空污，然后台南这个低薪的问题，以及交通，还有未来教育的问题，都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几个会做诉求的方向，这样子。不过，因为伊参选的永康正是正头家议员林义景的选区，但是伊强调林议员第一时间拢予伊祝福，会当体谅伊的心境。跟就是议员是彼此祝福啦，那其实也没有大家说这个对垒的问题，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多席次的选区，那主要就是提供永康区的选民一个新的选择，多一个人替大家服务这样子。林义表示，伊将艺术选民予伊的迄份感动甲祝福，勇敢拼出头。但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安平运河伫最近开始启动航运，不过民众伫坐船的时阵，却因为平底船无挂，所以会曝日。业者特别请安平的文创公司打造了结合在地特色，佮兼顾着环保的帽仔来互游客使用。这点帽仔到底生做什么款呢？透过镜头带大家做回来看卖。坐伫游船顶面欣赏着运河烟花的风景，互人心情非常的轻松。不过为着要互民众会当用坐船的方式游安平运河，业者是经过不断的改造，
则设计出这种无坎挂的船，来克服桥离水面上近会弄到头的问题。但因为船无坎挂，所以也慢慢发现游客会拍离头的问题。对此业者特别找来安平的文创公司，设计这顶以后面腊杯作为造型的帽仔，来提供游客使用。配合安平百年运河的一个航运的开放哈，那我们跟那个业者也都很认识，庄董有认识。那就是说，因为目前这个航运里面有12座桥，那都非常低嘛，所以他们你看我们那船上有没有，就是无底，就是无盖的船。但无盖的船呢，我们知道说安平都很热，所以这些游客呢要坐船的时候会遇到一个日晒的问题。所以庄董都跟我们那个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说能做一个帽子。我想说，既然要做帽子的话，能不能结合在地元素？所以我们就把黑面琵鹭，跟这个所谓的EVA 的材质做成这顶帽子，让他们戴起来能够，你看前面可以防晒，然后呢，本身这个材质呢又是环保无毒。那回去的话，这个帽子还可以做很多一些装饰。那今天是一个发表，希望说能够让这个帽子能够带动台湾旅游，更多人能够因为太阳，但是旅游不会有压力，更喜欢、更平安、更快乐。文创公司经过2个月的评估甲设计，决定以在地乌面腊杯来作为设计元素，并且以 EVA 环保材质，采用镭射雕刻，才开发出这顶平安快乐帽。不但重量轻，而且防水阁挡日头。戴着这顶造型特殊的帽仔，坐船又温和，相当引人注目。电视新闻嘉林根参报道。2018台南艺术节将伫3月展开，首先登场的是百老汇经典大戏《猫》。这出音乐剧也因为华丽舞台装置以及舞者精彩舞蹈，每一届演出拢造成轰动。经典音乐剧《猫》自1981年首演以来，已经巡演超过30个国家。观赏的人数也高达7300万人次，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该剧伫2007年首次来到台南文化中心演出，当时就非常轰动。这届受到2018台南艺术节的邀请，二度来到台南，要甲大家见面。睽违了8年那这个音乐剧这个猫又再次来到台南来做演出。那前面几次的演出，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演出4场，第2次是5场，那这一次是6场。那么为什么会来场次越来越多？是因为前面的2次其实都口碑非常非常的好。那刚刚王小姐特别提到说，这是一个非常长寿的音乐剧演了30几年，那有7300万人次看过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剧。那我想，这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的一个好戏，绝对值得很多朋友们大家没有看过的，你不用出国就可以就近来欣赏，这种机会绝对不能够错过。百老汇音乐剧《猫》3月8号到3月11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演出。这届演出也是南部唯一的一个档次。介意音乐剧的市民，千万唔通错过这场艺文盛会。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现代病院营养部2017年针对院内305位18岁以上糖尿病病人进行研究，发现有一半的病人每礼拜无够1天有达到蔬菜水果的建议量，所以医师建议，无论是糖尿病或者是一般的民众，每1天拢爱食3份蔬菜甲2份水果的量，才是好的饮食习惯。依照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建议，每一个人每天拢爱食3份蔬菜甲2份水果。不过，现代病院调查发现，院内糖尿病患者蔬果的摄取量拢是不足的。对此，营养师也特别提醒糖尿病患者，千万袂当用水果来取代蔬菜，因为水果食伤济，可能会影响血糖控制，所以一定要依照营养师的建议来食。我们一般糖尿病病人的蔬菜水果的建议量大概就是3份的蔬菜，2份的水果。那所谓的3份蔬菜两份水果的定义，1份蔬菜的话，就是像我们就是如果是煮熟的蔬菜的话，大概就是简单算，我们用家里头的饭碗，大概是半碗。
半碗叫做1份。好，那如果是比较不会收缩的菜，可能比如说像花椰菜这种，大概就是2/3碗叫做1份。好，那水果的话，简单来算的话，就是我们像棒球大小的水果1颗，好，就叫做1份。好，那如果是我们切块的那种水果，我们可以简单用家里的饭碗。如果切块的水果1平碗，也叫做1份。那特别就是要注意的，就是糖尿病病人水果的建议量，可能还是要按照可能营养师还有医师跟你建议的量去摄取，哈，不要过度的摄取，哈，以免影响血糖的控制。营养师建议以冬季新鲜的蔬果为优先，并考虑食材的搭配，可以当借出为菜加味，取代调味料的使用，减少盐分的摄取，达到好食、好看、更健康。电视台加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之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多云，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7度到20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高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月2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